今次我哋嚟到伊斯加巴利哈 Pier 分店。芭提雅旅遊區有3個卡丁車場，其餘2個之前我已經出片介紹過啦，可以喺我嘅 channel 嗰度重溫。場內總共有2條賽道，專業賽道長800米，卡丁車時速可以達到70公里，每場8分鐘，最低消費1499匹兩場，買3場最優惠1999匹送 T 恤1件。另外亦有初學者賽道，長300米，有3款車可以選擇，最高時速25公里499匹，同埋45公里699匹。雙人卡丁車最高時速35公里699匹，2個人。場內頭盔係免費提供，玩嗰陣時咧係唔可以穿着拖鞋嘅，locker 係免費提供嘅。坐上卡丁車之後，調整油門同埋呢個座位位置，只需要將固定扣拉起，即可調節。依家開始嘅呢一圈係最快嘅一圈，43秒幾啊！落重壁，然後甩尾入彎啊！諗住攞盡速度延遲剎車，結果打咗個白鴿轉添。轉眼間嚟到第2場啦！喺我未玩之前，我哋一團人呢喺台上呢同啲職員嘈位，佢對時間上呢有啲不滿。呢下打滑失速呢，係一個爬頭嘅好機會啊！踩咗一腳重壁，結果係上打滑嘅。
望望後邊冇車呢，就可以落車啦。玩完之後呢，放返啲頭盔喺頭盔架。輪到同女朋友玩呢個雙人車。有腳踩啊！左腳唔好踩右腳，左腳唔好踩，左腳鬆左腳唔好踩，踩右腳，踩。踩實有好慢啊！踩實有進咗啦，唔使快㗎，踩就得㗎。左腳都未發勢。我喉嚨好似震痛。啊？喉嚨。好痛啊！背脊。震到喉嚨。棘住隻腳。逼到腳都卡住啦〜